继续这件是发生伫高雄师范大学的附近，有一个女学生拄到一个行动无方便的太太请求帮伊赶便当转去。本来女学生感觉无啥，但是一踏入去太太的厝内，发现拢是佛经声，这个太太的态度嘛变款咯。女学生感觉真无对当，便当囥咧赶紧走。 尾也发现，毋但伊一个学生拄着太太，甚至有学生互这太太反锁伫个厝内。学校嘛因为安尼特别来打公告，爱学生来注意。也毋过警方讲，无接到报案，嘛无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。家属嘛出面来澄清，讲绝对无甲学生锁伫个厝内，都是真单纯拜托帮忙摕便当。 白纸黑字的单啊，搭伫咧校园4块位啊，顶头写老师、学生爱注意有奇怪的人。昨天才刚传而已。对。各有学生手机啊收到通知，原来是15号高雄师范大学一个女学生伫校园附近拄到一个负责人，讲伊无法度行，希望倒赶便当转去厝，毋过入去厝里拢在放佛经。学生感觉真怪奇，毋过负责人一直让伊甲便当赶入去，学生愈收愈毋对，就甲规个过程放去咧网络。当时这名妇人出没的地点其实就距离学校大约只有150公尺，有不少学生平时就身边的人有遇到，他原本很和蔼可亲，然后后面就是变得很凶，就叫他们赶快帮他拿进去，这样他们街坊就说，就是为什么会帮他拿这样子？因为他们对他就是看到他就离得远远，因为就是怪怪的。你看到是什么状况？ 就是他会拿一个手机放很大声佛经，是什么佛经吗？对，佛经。有没有跟别人聊天还是什么？都没有。学生拄到这个奇怪负责人已经几落摆啊，甚至怀疑有学生防反锁，学校才会带出公告来提醒警示。我问了那位女生了解状况。有，我们正在努力跟她联系，协助妇人提取物品返家，尚无违法违规行为，本分局已联系发文者。好佳在无学生防攻击，不过这个过程引起学校还有警察注心，负责人的家属嘛出面回应。伊的脚骨即马拢骨拢咧疼，拢袂行，拜托伊甲赶起来。伊拢起来甲我讲，妈，迄学生拢足好，甲我赶起来。伊就讲厝都外口有较差。 伊拢会提点好机，伊就合乎的啦。澄清，敢若是行动不方便，才会请学生倒赶便当转去厝，嘛强调无甲学生锁伫咧厝内，希望外界唔通误会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